各位有緣人好，歡迎收睇玄機頻道。我哋每次都會由幾位嚟自玄機團隊嘅24節氣同埋9天星嘅老師，為有緣人用奇門遁甲問事嚟解答問題嘅。有緣人記得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 同 share 啦。事不宜遲，去片睇下今期嘅個案分享啦。大家好，我係小滿老師。收到一位網友嘅提問，佢話佢去咗好多次面試呢，都冇請佢做嘢，咁就想問下，其實幾時先至會有真正嘅工作呢？揾佢可以返工嘅？咁究竟係咪因為佢要求太高嘅工資呢，而引致呢個問題呢？今次呢，呢個問測者呢係辛金，咁就落咗喺對宮，咁係五行係屬金嘅，咁就見到有個宮壁門啦，咁就反映出佢而家呢係受緊呢個大環境嘅影響，外在嘅因素呢係比較多，亦都唔容易呢係完全控制得到嘅。咁而結果呢，就係丙就落咗喺震宮，係屬木嘅。震宮入邊咧就有代表咗工作嘅機會嘅開門啦，但係同時咧亦都有呢個四害同埋呢個門壁宮喎，代表咧就算有嘅機會咧都會係受阻或者唔係咁理想。再睇翻五行嘅關係，問測者辛金係克緊呢個工作同埋結果嘅所屬嘅震宮木。所以如果真係想成事呢，可能就要花更多嘅努力，要試多幾次呢，先會見到呢個成果。另外呢，今次呢個盤呢係見到呢個星干反吟，即係呢天時同埋人事方面呢都係比較反覆嘅，好多變數啦，可能會出現咗反反覆覆嘅情況，未必話一試就可以成功。你可能就會懷疑啦，係咪因為自己叫價太高就影響到呢？咁我哋呢，其實可以睇下代表錢嘅戊土，今次呢係落咗喺坎宮，個意象呢係向下，而12長身呢係屬於胎嘅，睇落同叫卦嘅關係呢都唔係太大。不過呢，坎宮都係有四害嘅門壁宮，仲出現咗一個叫做貴人入獄嘅格局。聽個名都知啦，貴人都幫唔到手喎，暫時都唔係好適合發展。最後呢，我都想提下你，奇門問事呢都係屬於短期嘅預測。如果之後呢事情有啲咩新嘅變化，或者出現一啲新嘅選擇方向，都歡迎你再揾我哋玄機呢去查一查，睇下個時機呢係有冇轉機嘅。多謝你。大家好，由我大水老師啊。呢位網友問呢，新工作啱啱1個半月，但而家同佢拍緊個經理呢，1個月後就離職咯。而新嚟嗰個經理呢係老闆嘅朋友，感覺就唔係咁爽啊。而離職嘅經理呢，俾咗另一間公司嘅 offer 俾佢，咦？咁佢應唔應該試下呢？發展就如何呢？咁我就睇下嗰個奇門盤點樣去解釋啦。問測者係喺一個震宮嘅地方，見到有奇門四害嘅門壁宮，而開門響乾卦，五行屬金，落喺震宮，呢兩個卦木咧就為之叫金克木嘅格局。開門主所事業機遇發展，所以開門門壁都斷事業難成，往往係好嘅開始，但係結果可能唔係一定太好嘅，所以就要睇啱啱開始嘅時候咧，響呢間公司做得唔錯，但係而家有改變咧，
而民生虛意，到呢個正常嘅。如果批論冇錯嘅，就見到一個吉格入邊有一個叫做小蛇化龍喎，係發展嘅好嘅格局，有好嘅發展。如果測前途嚟講咧，都係一個唔錯嘅提升之象。我哋再睇翻個結果啦，係庚係向巽宮嘅地方，五行屬木，同文測者咧係同五行嘅。入邊見到一個叫做空格，叫做太白入刑。正常情況嚟講咧，我哋喺奇門算係一個叫大空格，叫做賊必來。如果測錢嘅就有錢送晒嚟，測病咧就有病嚟。如果測文人嘅咧，個人肯定會翻轉頭。而今次問事嘅情況咧，就係問測者係問發展會好唔好。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，我哋睇落去咧，發展都係唔錯嘅，咁可以一試。不過喺工作上嚟講咧，都應該都係幾忙嘅一個事業嚟嘅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呢位網友都可以自己考慮下啦，究竟係喺呢間公司度繼續發展落去咧，定係去一間新公司咧，做一啲唔同嘅工種去發展一下啦。咁希望今次可以幫到呢一位網友啦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係袁基東志老師。有位原友就問：公司再續約有冇問題呢？我哋先開咗個奇門盤睇下公司嘅狀態先。公司開門喺近宮，有勾陳同埋天心星。係間老牌同埋都比較穩陣嘅公司嚟嘅。丙加戊飛鳥疊月，即係公司都係靠啲外來嘅資源啊，同人哋合作營運嘅公司嚟嘅喎。咁問測者戊又咁啱坐埋喺呢個公司嗰度，咦，好可惜啊，空忙。近排公司嘅發展啊，好多都係未必做得到，都係空歡喜一場。咁啊，返工我哋再去睇下坤宮啊。坤宮裏邊咧，大老闆直符同埋 HR 咧都坐埋喺度，格局咧都係比較差嘅喎。我哋睇下黑啊多過紅，即係代表唔掂啦。地干辛同埋丁，老闆最近都係諗緊啲員工啊，同埋啲專利啊嗰啲合約嗰啲問題咁樣啦。咁當然我哋都要再睇下今次嘅主角狀態點樣先啦。巽宮戊係代表問測者，12長生係旺嘅，外邊嘅暗神呢都有直符，有啲運仔咁樣，都唔係太差。天任星加生門，問測者應該做嘢都係比較一板一眼咁樣啦。格局戊癸又合伴住，加埋有貴刑。如果你係問續約呢，就真係有啲阻滯，未必係咁順利㗎。其實想要10拿9穩簽到約呢，就要喺佢住嗰間房裏邊嘅東南方嘅地下嘅位置，如果假如有酒啊或者係化妝品之類呢，咁啊要移走去啦。咁同埋呢，要解埋呢一個貴刑啦，因為貴刑呢要解嘅話呢，就比較要有精準嘅時間啊，同埋要嘅物件。咁如果問測者係有需要嘅，可以聯絡我哋嘅玄機嘅同事幫下手㗎。咁續約續唔續到約，咁我哋睇下結果啦。喺乾宮，辛係有忌干丁，即係亦代表合同啦，係代表死門，又有馬星，又咁啱話俾你知呢，急都急唔嚟嘅喎。1月份呢，就一定係續唔到約㗎啦。格局裏邊呢，有丁加丙。星隨月轉，即係叫你要保持冷靜，唔好急，唔好自亂陣腳啊，係會有機會嘅。咁首要呢，就真係要清理好咗自身嘅巽宮嗰個位置啲負能量先。咁呢，就有機會喺4至5月呢，一定會有好消息㗎啦。如果大家需要更進一步嘅奇門運籌去解決難題，可以直接聯絡玄機客服，了解收費服務詳情。各位有緣人記得留言、讚好、分享，
同訂閱啦，仲要撳埋個鐘仔喎。我哋下條片見。